荒謬，只能以一死来回答王爷对我的厚爱。那个人这个是我画的，叫江泽民的父亲，中央立像，画过徐向前呀、等等，邓小平，我自己不能去画因为在中国，你知道这个意识形态它是有中宣部呀，有这个中央文献研究室，还有中央重大历史题材审批领导创作领导小组，对，他们要不审批，没有人敢画这个东西。各位觀眾晚安，歡迎收睇星期五嘅晚間新聞，我係劉嘉欣。先睇下本地方面嘅消息，為期7日嘅同性戀自豪日一系列活動今日正式揭幕。加拿大係承認同性婚姻為合法嘅國家，咁所以好多同性伴侶都紛紛選擇喺大遊行嘅同一日舉行婚禮。咁同時，多倫多市內多處道路將會喺本週末封閉，為遊行做好準備。由於 G20 峰會嘅召開，今年嘅同性戀自豪日系列活動比往年遲咗1個星期。咁喺星期日嘅同性戀大遊行當日，將會有10對同性情侶拉埋天窗。咁喺呢10對情侶入邊，有5對係嚟自美國。咁同時喺 Queen's Park 仲將會有演出活動。格林美獲獎歌手 Cyndi Lauper 將會舉行免費嘅演唱會，為大遊行助興。為咗配合今次活動，多倫多市內多條道路將會被封閉。咁廣大嘅市民喺週末揸車出外嘅時候，需要事先了解封路情況，咁及做好塞車嘅準備啦。Wow TV 雷子毅報導。多士西區今日再度發生兇殺案，一名男子中槍身亡，警方初步懷疑有2人涉案，並正通緝疑犯。警方兇案調查組今日早上6點左右接到報案後，趕到 Keele 夾 Shepherd Avenue 附近區域，咁喺現場發現一名20歲左右嘅男子受致命槍傷。急救人員趕到後冇幾耐就宣布該男子死亡。咁警方稱事發喺今日凌晨12點半，兇案現場附近嘅公園喺前一晚有國慶煙花匯演。匯演過後，近1000人湧到發生命案嘅商場內食宵夜。案中死者係喺一間餐館前遭人槍殺。案發後，佢嘅朋友紛紛四散逃離現場，只有一名女性朋友留喺現場，直到警察到場為止。警方目前仲未確定死者身份及其他相關信息，並喺附近尋找目擊證人進行調查。呢件案係多士今個星期以嚟發生嘅第3宗兇殺案。Wow TV 雷子毅報導。沙省約克頓地區琴日突然落暴雨，降雨量高達100毫米，並引發洪水，令當地幾十名民眾要緊急疏散。由於洪水來襲，70名民眾喺今朝早被強制疏散。洪水淹沒咗多條街道，當地受災群眾達到15000人。當地政府喺約克敦社區中心建立咗臨時庇護所，供居民臨時避難，並警告市民選擇地勢較高嘅道路撤離災區。唔係受災嚴重嘅地區，救生員只可以出動獨木舟解救被洪水圍困嘅居民。根據氣象台預測，約克敦地區喺今日仲將會出現雷暴天氣。Wow TV 雷子毅報導。今日凌晨3點半左右，魁北克省三河市嘅加溫徵兵中心發生爆炸，目前已經有一個當地組織聲稱對事件負責。爆炸發生後，該徵兵中心被警方關閉。省警發言人證實，爆炸發生前20分鐘，當地警方曾經接到恐嚇電話。目前已經有一個組織聲稱對爆炸負責。據當地媒體稱，有一個自稱抵抗國際主義嘅組織發出電郵，聲稱同爆炸襲擊有關。警方喺案發現場安排咗拆彈小組以及大量警員同埋警犬，以便搜集更多嘅證據。喺加拿大各省份入邊，魁省係反對加軍出兵阿富汗呼聲最高嘅一個省。喺媒體進行嘅民意調查入邊，魁省民眾反對阿富汗任務嘅比例高達73%。Wow TV 雷子毅報導。根據國家銀行嘅房屋價格綜合指數，4月份全國二手樓價較3月份上升0.8%。
該數據表明，本國4月份二手樓價連續第12個月上升。由地區嚟睇，斯高沙省嘅哈里法斯錄得最大升幅，達1.9%。隨後維渥太華同滿地可升幅為1.1%，而溫哥華同卡加里嘅升幅大家都係0.8%。至於多倫多就係0.6%。今年4月份同去年同期相比就上升咗12.9%，主要係多倫多以及溫哥華兩地二手樓價上升所帶動。其中多倫多4月份房屋價格較去年4月份上升咗1.7%，而溫哥華就上升咗15.6%。國際方面嘅新聞，於當地時間1號晚，巴基斯坦東部城市拉合爾一座聖殿遭到3宗連環自殺式爆炸襲擊，最少43人死亡，175人受傷。巴基斯坦媒體今日公佈咗爆炸發生時候嘅現場片段。聖殿內嘅閉路電視記錄咗2宗爆炸發生時嘅現場情況。喺第一宗爆炸發生前，2名男子匆匆跑過鏡頭，咁其中一個人抱住一個巨大嘅包裹。冇幾耐之後就發生咗第一宗爆炸，濃煙散去冇幾耐，畫面左上角又出現咗一名孭住背囊嘅男子，好急咁樣跑入庭院。咁隨後庭院入邊再次響起爆炸聲。咁警方隨後迅速封鎖咗爆炸現場，並揾到咗一枚未被引爆嘅手榴彈。咁警方仲揾到襲擊者嘅屍體，但目前仲未確定佢哋嘅身份。咁警方稱3名自殺式襲擊者年齡都喺20幾歲，咁佢哋每個人身上都着住載有約10公斤炸彈嘅背心。咁爆炸發生後，大批憤怒嘅居民喺爆炸現場舉行抗議，譴責巴基斯坦安保工作不力。Wow TV 雷子毅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咗一份對伊朗單邊制裁嘅法案。奧巴馬喺白宮發表聲明話，呢項有史以嚟最嚴厲嘅制裁法案係要打擊伊朗政府發展核計劃同獲取資金嘅能力。呢項議案係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已經喺6月24號通過嘅。新嘅制裁法案一大重點係限制伊朗獲取油氣資源嘅能力，並進一步喺國際金融體系入邊孤立伊朗。根據法案，任何為伊朗提供汽油或者幫助伊朗煉油同埋發展油能力嘅個人或者企業，任何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或者其他被列入制裁名單嘅伊朗銀行來往嘅企業或者個人都將會受到制裁。制裁內容主要包括受制裁者不得同美國銀行進行貨幣交易，不得利用美國金融機構進行貨幣支付同埋轉帳，不得同美國公民或者企業進行財產交易等。奧巴馬同時表示，外交解決伊朗問題嘅大門依然打開，佢敦促伊朗履行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下面嘅國際義務。Wow TV 雷子毅報道。日本豐田汽車公司日前宣布，喺全球範圍售出嘅凌志同皇冠8款合共約27萬架汽車嘅引擎出現問題，豐田最快將會喺下星期初正式提交回收等相關報告。呢一啲車存在嘅問題，主要係引擎吸氣組件唔適合，有奇怪嘅聲音，空轉同低速行駛時轉速唔穩定。最壞嘅情況係喺行駛過程中突然熄火。截至目前，已經接到近200宗相關投訴，不過暫時仲未出現由此引發嘅意外。豐田公司話，出現上述問題嘅原因，可能係喺製造過程中混入咗雜物。公司計劃喺國內外採取回收或主動修理嘅方式，為用戶更換引擎吸氣組件，預計更換需要半日或以上嘅時間。正喺敘利亞參加伊斯蘭會議組織成員國議會聯盟特別會議嘅伊朗議長拉里賈尼表示，美國實施嘅單方面制裁係毫無意義，只係虛偽嘅政治活動，唔會對伊朗造成太大嘅影響。拉里賈尼同時表